Live out now. Yeah, hang out live. The stream is offline. Good. 我大家啊，當然大家啊。OK， 真係在。因為我看下你嗰邊嘅 screen 啊，伊是下了有一個一下直播喎。OK。等陣我就去 YouTube 看者，等陣啊。Live Penang Hokkien YouTube live now 嚟講係嘅。Okay, what can I deal with this? Okay, start. Okay, 等我開個 music 動唱。當家人聽到啊？係掉。我學 B 台北你水，等下你咩特別水，咩水？怪鼻水，然後個另外一個什麼是教你摸一炒愛哈？是直來報名的。嗱，我嗱 ，OK 哈，我誒，真係報。Bye Felicia。伊是真的是是怎麼報呀？OK， 等陣我 start 啊。你冇得搞哦。哎呀，各位聽眾，歡迎我能夠帶到嚟俾你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能夠對嚟講，頂個月是啊，個等，這禮拜買落咗等啊。哦，佢哋想差唔多6點鐘啊。哦，因為我袂啷做這物件，現點嘅人啊，甲特別隔壁我袂啷打開手做這物件。但是我攏去邊咧學見到佢嘅網頁啦。當今啊，你去看伊個網頁嘅內面，迄個咪咕嘅 rating 嘅，你看會到。但是你看會到來講，我到底我電話會看會到，特別我到底我 computer 會看袂到，我會可能就到底看會到迄個咪咕一粒嘅。我咪咕。嚇？你 rating 嘅，你笑咩？你咩咩？你是裝？人殺啦！哦，人殺啊！人殺歡迎，誒，我要看到咪咕。I think 我 because 我過 set 過 something 做無上啊嚇，伊個咪咕就炸了，咪咕就炸掉。當看到是甲我 report 就係講就係。歡迎各位特別嘉賓來到本來學嘅節目嘅現場聽眾，加聽本來學嘅錄音嘅聽眾，有無相辦法聽本來學嘅啦？介紹即就是當到禮拜就使聽一個到禮拜有我就放肆嘅節目，我就來聽咯。啊，即係人都啲做工當然聽掉咯，然後他唔加笑啊，暗笑驚你邊，佢講到是笑嘅咯。然後個有啲人咧就是個聽現場咧。在唔在？在聽現條咧，就是講你 subscribe to youtube.com/Penang Hokkien Podcast 啊，你對收聽，你對YouTube 對通知你，咁講幾時 live？ 點樣是現條嘅好咧？佢老咗啊！因為嚟講你冇聽現條啦，你聽嘅時都列啲棒嘅時咧，都大等我3禮拜嘅。你睇等，你冇聽講係，你是講冇聽。我但是你聽了下，你無記現條係，你愛印下，你印袂到。啊！你就係咪講？哎呀！我咪講咧，冇人聽到我講呀！你俾嚟參加我啦，現條咧，我哋就去penanghokkien.com/join， 對，就係講按照參加penanghokkien.com/join。誒，我咪俾penanghokkien T-shirt 個攤俾過啦，都有會過啊！
你使去槟榔北位買啊，定住我對佢什麼比較濟條呢？你我美國誒聽講叫我買對海人說我對佢槟榔北位買，跟住條誒 T-shirt 真係好佢就冇條 tax。然後讓是嗌隻 T-shirt 咧，槟榔好嘅 T-shirt 內 design 一個個另外自己寫啲 in card，把你 show 嘅時候個 show 都冇成個 shirt。啊，當劍領天啊，所以特別晴領衫啦，定明我睇起就硬硬。這里然後特別嘅邊呢是老椒阿涵歡迎阿涵。如果冇對嚟啊，嗬，定到時冇趁 join 就玩定就咧定季節做。係咯，因為有人來，有人來，有人來看我。แล้วก็มีไทยบ้า歡迎มีไทยบ้า Hello，大家好。มีไทยบ้าก็怪鼻水歡迎怪鼻水。怪鼻水，怪鼻水，怪鼻水，走起啦！然後個冷殺冇冷殺，歡迎冇冷殺。Hello， 大家好。好好，我見這個店咩啊？我試到啲樓下 lobby 時在亂。冇當然到厝咧，冇到 lobby 啊。哇！真係㗎，安尼好勢到厝啊！你特別你厝唔是較亂，你走嚟樓下。當然冇咧亂咧。哦，你掛人走㗎啦嚇。OK， 這禮拜我咪講換點聲，我讀換啲是換點聲，換點聲，咱攏知換點聲，咱講成個幾哪行啦？我是想講，因為我咪說我講換點聲咧，你成日咧背，你坐飛機，你去旅行啊，是去外國啊，然後你時咧背咧，你點聲一對 time zone 冇上去嘅啦嘛，所以你安怎你經驗是安怎那個有啲人對啲成個美國啊，對啲Australia 位啊，澳洲，是澳洲還是澳洲會有換點寫本嘅嘛？啷當其他人是到咯，怪美水是到邊嚟哦？對啊，美台巴到邊嚟哦？對啊。邊嚟冇特，咱冇話點寫，特別我記定當時我只細漢時捌換嘅點寫知道。當頂人少年你知啊，冇人殺你幾歲，你知哦，你記哦。定當咱換點寫時捌來寫啊。換我頭一應該是換我刀嗰啲。換我刀是啊。我唔知我唔知啊，唔知幾年啊。喂，一刀我記是，一刀我記換我記嗰隻。就講啦，哇！這第一件學整，我點先嚇當哇！咁樣哇，成個只特別呢。點半點先冇安尼貴嘛？貴啊6.9嘅字，又是6.半，可能就較貴啊嘛，所以因為點先是已經換啦，佢真6.5先啱嘅。哦，that means 咱是換做較快啊，較快去，呀。但是講沙巴嘅沙拉瓦咧5.半個較貴，成日不嚟咗。一定到時是沙巴กับ沙拉瓦กับ咱點先無相嘅嚇，然後俾咱調做係相嘅，是唔是嚇？是，我人超甲伊人相。咱對人啊。我係爸唔媽講，我係爸我少不能殺啦，無比台北你會記哦啫。我唔知有這個書。你小細漢啦，你點寫一落來就是你唔知講咱把抄嘅點寫過啦。我唔知，我未曉。不過你 OK 啦，當然成講這飛機了 time zone 換成，讓經驗先咗。No, okay, so 特別我是 Can you ring my Skype for change time 特別okay，等陣有人會我 call 你，君水館咪參加咱到啲澳洲本嘅君水館到啲，你捌君水館咯嚇，阿涵？捌。我介紹你可能。Nice。君水館是澳洲本嘅特別一到啲Melbourne。我嘛是啲 Melbourne。OK， 對啊，我想你到 Sydney， 你是澳洲中到啲 Sydney 嚇。君水館歡迎。Hi John, how are you? Good。君水館啊，我要介紹你一個邊啲學嘅老椒本啊，因為就阿涵，你知阿涵咯。
哦，聽過伊名叫。喊到伊from Melbourne 本。喊到 Melbourne 本。Okay. Hey, how are you, Han? Good, good. 我當中啲 Monash 讀冊，我啲 Clayton 大。Oh, that's not too far. Clayton. Yeah, I'll be there next Saturday. Oh, okay, cool. 阮最關。 Saturday. 阮最關頂到時我是拄着伊特別人嘅拄着伊個。對啊，該歡喜啊！我去食點心該快啦，特別。即係講。But at least I can see you. 特別係啦，你一個翕睇翕照影，個睇看隻個睇我看到咗，我講只看啱人嘅眼到就攰。你朋友都只看。冇啦，即係我朋友真只看，你再個只看，你把都只看。我想你講定住到底係你朋友唔知道車去困啊？即係快即係困啊！because it's jet lag just arrived, so that's why 再車冇出來。嚇！即係喲。冇，我是咪講，我就是咪講jet lag咯。講咱飛隻飛機嘅時候，jet lag啊，咱做換點聲咧，是咱嘅身軀實小氣。是咯，跟住傳，但係Melbourne跟Malaysia前3點鐘嘛，so even that 我那邊 feel 到講嘅點鐘 different， 真係강구嘅喎。哎呀，我俾個波，你就我係강구成咗。你講你강구性咧，我夾夾講我係강구，咁咪講？你 start 先，你 start 呢個。哦 ，OK， 我 start 先，其實係咪說啊？去昆未車咯，人哋當今晚加馬來西亞清查美國，加馬來西亞清查14點鐘啊，所以我早起成個浪9點，馬來西亞9點啊，咪係，我正是早起7點啦。點解我換點先嘅時呢是8點啦？我早起8點，所以我才夾佢1點鐘啊，即係咪真揸車？當今我本來學嘅錄音啊，哎呦，until summer 特別7點早起特別特別就見到為咗邊咧學見啦，我真係歡喜。你個早困淡薄咯。個早困唔上嘅，早起我成日未車啦，我早是暗講，我唔是暗講，我冇講暗講，即係我那時我會早困，我是我早起，我暗暝我嘅11點啊，10點幾會困嘅，特別早起嘅車我唔是未車喎。早起。So because 關係 body clock。啊，我係 body clock 啊 ，naturally 你學我車是一個。咪叫咪係 alarm clock，未必係8點，8點幾、7點幾、8點咧。做練車嚇，頂到少人時確實，頂到我做練車是幾點啊？12點半。我知道困個阿媽講，喂，你拍卡吹啊？拍日頭拍卡吹啊？有卡吹。OK，你講你話真係咪冇想？我講過啊，即係嗱，我諗12點嘅事。lunch time， 喺 Malaysia 10點，唔係講係嗰陣時我是9點我start 我學車時，然後佢拍電話8點幾學車，你拍電話轉去 Malaysia，哎呀9點幾我部車了，然後我是講我9點鐘 different 嘅事，我俾人拍6點幾一輛車啊嘛，所以先講話，所以我是因為哎呀前日3點鐘，所以我6點嘅時拍電話去啊3點，哦因為冇影啊，我就去，所以其實9點鐘嘅時我 feel 到 a bit different， 我3點鐘我冇見住人，我 friend 見住你同我講，嗰時咁我拍電話對佢講過，你隨人我隨未到，so 我講 but in this day is so convenient because 個班我哋 call through 嚟，但如果我 call 係 through Skype 或 apps WeChat，所以我講方便真濟，因為特別冇想 because 有時我咪困有車啊，嚇對，冇想感覺個對啊。少少咯，我咪是學對書是本上嚟看。你好喜歡看戲啊，看 live 啊，即係 TV box 啊。嚇！哎呦，咁古，本身一喺邊8點早起，我10點晚看咯，看個有時6節嘛，看12點。然後如果半夜8點做，咪是我11點，我看6節看到半夜1點，我咪看咯。我人咪是要落，本來學嘅錄音咪是有人冇想點聲嘅人啊，我是坎坷嘅。頂到時我落有當時是拜5咩落，就是個浪拜6早起咯。特別有人會來成個日本錄音，頂到是個拜6早起錄音嘅嘛。特別哇，當時點聲
路啦，到底馬來西亞人較濟人是較啱擺嚟做工啦，啊，擺嚟人做工，你個揸起車啊，我其實揸起車幹嘛呀？跟住咪擼嚟熬。阿漢呢？阿漢擼安怎的？我擔心，我擼整車。我當今真 suka daylight savings time，因為伊8點了嚇，嗰時 longer daylight 呀，個貴個。貴個7點半是個貴個，4點半是第一貴嘅當今。我咁樣數所以daylight 嘅等數嘅數學，特別講我好怕 because 我是感覺個 Malaysia because I feel like home， 我估計是想厝一濟嘛 Malaysia， 所以我有講過。然後第二天daylight 嘅等啊，我是我尋晚你不讓去evening walk。行到6點7點行到9點對個 still very bright， 個比較緊啊，所以還是講上 winter 你都5點真係暗路感覺，唔是 daylight saving 嘛？誒，等陣落咗我對我 Snapchat 啦嚇 ，Snapchat 嚟啊！但係講嚟人啊，你哋教我 airdrop 啲我未曉用 airdrop， 係嘅事咧。冇，我是講我頂早會啊，我放工嘅時我想，你在放工嘅時候。你若是放工啊，你感覺到出去個，還是個有關個啊，個日頭個。你感覺到講，哦，你個做在這項物件個 ，after 放工，你行放工，你行出去個哈，當今暗嘅啊，哎呦，個成日個 depressing 啊，成個哎呦，down 啊，對。早會我把 Snapchat 個啊 ，so sad so dark。like the day is going to end straight。我攞自己講就死，仲話喜啊，比見到你打你字。我早會去 Q 比下7點我4點幾5點較夠，所以我 very bright yeah。係咪4點幾5點幾夠得咯？個 beach， 哦。唔係你揾我坐落去。我5點較夠喺邊度嘛是暗了啦，我冇啊。將啲先嚟Melbourne。唔知個啊，但因為我個 get many trip already booked 了，喂，我同你講我你 scouting 啦 many。so many 我對邊年啊？對邊年。แล้ว so 我是76月尾加6月尾對到7月差唔多中咧。哇，幾歡喜就你對。我小哦不得嘅啦。然後試考試啊，咪咯。嚇？係咪試考試？對，你見人講試考試，我聽邊喎？我定節 election 過嘅是取消啫，當今冇得管啦，但係都對試考入邊。咪咯，我知3考3，我係歡喜有。誒，反正我3考2，我冇看了。你就歡喜啦。還我想去拍攤呢。阿攤都報做白帶嘛？哎呦，我除咗3個月啦，我一來搞我就除。你唔是要去係你係咩啊？係你。誒，咁陪來啊！你唔是要去係你你咩咩去啊？講唔就係Malaysia food 咧。喂，Papa Rich。啊，Papa Rich 做呀！Papa Rich 做啦！你個唔見Papa Rich？我請你啊！誒，你食嘅咧係富呀？你胖起是哦，安怎話半地落啲真奶呢？哦，這個假呀！講你頭家聽到唔加車一定唔對，所以阿張拍拍人名聲。啊，係咪嘅？我嗰陣時講你Papa Rich頭家都聽了，邊你福建，邊你要車阿漢你聽，你講唔加車了，拍拍阿漢嘅名聲。阿漢你講咩？我冇聽到嘛？我係迄個 application form 是 whatever it is, I am not 照顧漢on 邊嚟福建。未死啊！未過嚟冇做更事，你話邊嚟學嘅錄音先啊？你可是拍拍名聲嘛？你頭家可能會曉聽學嘅話，睇你節目唔加車音嘛？金佩對，金佩歡迎。 Hello。你把你話點先啊？你觀聽呢？
我爱困了。来，好你講先。哈？好你講。係呢？我 anytime 我困了。哦，冇我俾問咯，我點聲咯。嗱，你有嚇經驗過我點聲，咱同馬來西亞是冇我點聲。你會記定到嗰嘅時候，咱咪我點聲就到對你沙巴嘅帶咪叫。我點，你是講係咪？我點聲是 time zone 是哦。嚇。我捌學過啦 ，NZ 嘅事啦，馬來西亞冇，我唔知。啊，對，你到底你是咧讀冊數對？啊。古西蘭。嚇對。แล้วลูกแค่ไม่หาเชสซี่อันจ้าลูกตามจน冇想啊ลูกอันจ้าขังเขา冇想啊นะ冇喎น้อง清楚佢點整3點整啊4點整冇寫咧5點整哦紐西蘭嗰班 Australia 1點整嘅哦I see แล้ว那是冇 daylight saving 到4點整啦喺 Australia with daylight saving 到是3點整啊Yeah, okay. Look up. Sorry, Australia depends on the different part 喎。咁你譬如今日出政策是6點整英文嘅。Oh, because it is the thing that's Melbourne, Sydney, I think Canberra also the same. Melbourne 是 winter 是差6點整嘅 Malaysia，然快比 Malaysia 快6點整，然 summer 是快3點整。OK，咱嚟講，咱嘅自當然啲大條嘅國家裏面，呢個國家裏面有咗這類 time zone，有這類就是冇上嘅點先係酷。我 interesting 啫，你 enjoy 過。我就係講呢邊嗰個話，而家所是 call 嘅事。你講，我講一部我唔會講呢部機就係嘅，因為辦呢時點整未見啊，哦，你意思，我朋友是就我朋友就是盲光啊，我是嗰邊咧學見白嘢嘛，白嘢俾好朋友嚟嗰陣時我係要學我嘛，所以就是why thank you 阿 John 做紅娘，我就邊咧學見邊咧學見真夠看衰啦，邊咧學見這朋友本是邊咧學見白掉對唔對咁配？大電啊！真呀大。I miss that opportunity to have a dinner with you in Highbury. I went to Highbury straight away. I arrived Penang, got magic. Oh. I was supposed to work. A friend told me, "Lam but he Highbury but because the time different and you busy, he busy, everything. So we work out. I go hope next round. Hope that." 唔知第時啦，你 July 對佢是可能冇計過啫嘛。係啦，知道我到2018啦。Family affair。對。但我買好了，我當佢有 PTSD 呢。係咪 PTSD？嗰個係冇得企。特別話見到你看到我笑應哦。我會 post 過，但係小英我會 post 過，就是好啊。我看到。毛毛菇好啊，個了伊小英啊，我冇睇彈，係只看你小英個在哦。你找冇去小英名咩嘢咩嚇？毛毛菇小英冇睇彈過。伊應該是而家講係 Simon。我講係 Simon 嚇，唔記，我毛毛菇自己嘅小英我伊好啊了，所以我被 post 嚟咯，แล้ว等毛毛菇來時我個 post 佢。喂，你知唔知我日對嚟我 online 嘅，我咪知盲光嘅，我唔係盲光，我 online 嘅一卡機啊，我咪學過人，日對嚟 online 落去啊，嚇？你係會念啦？係啦，但我特別冇破啦，我 online 落去，而家都知道喂，來嘅其實我嚇啊，試下落去。等陣，我今日會看你咩咪？普尼昂咩咪？你聽到？聽到？哦，阿 boy，嘛阿 boy 有啊，你真係佢變輕人嘛？咪阿 boy， 阿 boy 有人名去啊？小鬼啊！嚇，是蕉啦。唔要緊，我學路咯，你知啊？學路啊，是最好嘅名嘛。
我知啊，你對面好一輪輪嘅嘢。啊，我都講正常，我睇到真係未攞成交鋪你哦。OK， 制我嘢啊！鋪你哦，鋪你。我把你鬼好換掉。琴日話，before 我掉掉。But look, I would set as a form as a jelly, you go change the shape. 對個當然未啊，肯定是未啊。那個就是個接來，日本驚來啊。還沒收到未啊？有啲人講啊，日本嘅大大節啊，欺負我咧。嚇，真沒收到玻璃。日本驚。你冇聲啊？嗱，大擺啊，食物件要踢我阿喊。好多看聲了。是啊。一隻咪好了。佢等真正好食嘅喎。哦，哈。真正我想不了咧。我早去馬路卡去 Hardware Society 食呢。Oh, all the way to the city to eat Hardware Society, a long queue. 哦，等8點鐘。哇！哦，未緊喎，係等佢夾錢才食。仲有啊，你又俾唔夾錢啊，好食會流嘅。貴呢？冇講貴，你講貴，講攞食住啦。你咪你想把你辦機哦？唔知。你食碗一碗，無聊死個ringgit，講啦一個三澳紙啦。我後生係講食一碗一部巴，因為就食3碗4碗咪巴。哦。如果做一碗Melbourne standard， Melbourne 嗰個好大海大味㗎。調本。So it's different quality. We are compar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what you have to go apple to apple. Malaysian 冇 standard 嘅嘢 food，咁樣 just 人就講啊，咁樣老人啊，唔老人係先啊，為咗貪類啊，唔知輪煮 portion 少會比較緊，咁無聊，兩先得到 sorry 嚇hawker food 嚟諗咩話咧？你把對其實人家hawker food 兩群就管最慣啦，依家抄你掂都成。冇講老實話，你人先是談人老談不想談字，但人冇講。I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nsumer. Look to help people to gain a healthy lifestyle. 變咗就唔見冇菜，你唔俾你，我係豆嘅係幾條，冇菜。So it's not healthy, or it's just rubbish. 特別別使喎，我只係我有物件啲 recipe 係咩嘛，你別嘅菜咪是歹去。冇啦，你想食福建魚，你使係更公嗬，你叫更公嗬。啊，對，英菜。味道係嚇，味道冇係，但係冇係 because 淡本蚊嘅係唔啫。誒，啱嗰是唔是叫英菜啊？是。我驚就講啊，幾乎英菜。嚇，對，英菜啫。誒，你有攞過見另外隻菜叫做白洋菜，興菜啊，興菜是白洋菜啊。我本身是冇嗬。我食久冇食到白洋菜啊咯。你搞掂嚟啊！喂，你諗講係咩話題？我想講是話題咁先誒。我哋所以我點笑我去鋪咯，所以佢講真啲。本來好見，但係基本講真唔記啊嘛。對啦，特別啊，即係試當話點先係問題啊！是我都想講唔，我燒掉唔掉嘅點先啦，我想講2點，即邊英國嘅點先2點 start 啊，所以我起菜點啦，我把佢轉來啦，我彈落。你為 Google 嘅有一個 message notification 啊？講 start 了，哎呀，我關個關係啊，轉來。你個只是點寫個？誒，冇。我哋去話曬。你去話曬，你睇聽日道理咪？啊 ，OK。我知道嘛，都對英國條門啊，對佢別入嚟。我冇看到對我聽講誒，即係 this man is very interesting 啊，對嘅，我哋 chance have to meet him but this time because我呢邊咧我兩禮拜，所以我很食好料。我們知道只日本人特別不只冇食，哇！只冇夾點食，只個只唔夾冇只掉個。誒，但係咪講只物件 ？OK 喎。啊，反正 OK 啦，thank you。That's good to know。我背到你講你話點先啊？嗰個就是是唔是拍清 boy 啲人別啊？嚇，歡迎啲人別。咁配啊！不如你講啦，咁配。講咗未？你去New Zealand 時候，我點先有蝦米冇上嘅經驗？成個你有 jet lag 啊，還是你我點先是成個
summer 還是fall 時我點先時有錄下咩物件故事講啊？我不有知道我未見我點寫，我看到我你係邊領啊？點咧嚇死我係嘛？就係咪 emergency 啊？嚇！他們說呢咋考對呀？我講咋咩？我定日餓咯，定幾點哦？我講我這邊是差不多1點幾俾2點啊，我這個6點呢。咪講啦。無聊。我有當時特別拍電話，我等陣時我特別拍電話跟媽講咯。啊，當件事情真幾點整啊？未記起嘛，有得是。是啊是啊。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เลยต้องมาขอที่จริงเลยคุณเนี่ยแล้ว講รู้咩咩咩Skype เลย我未弄啊，真係我看唔到有人嘅嚇。你到底 Skype 嗎？你特別去 Google Plus 你計看到 Google Plus 啊？OK，我 try 看啊。你去 Google Plus 我看 full 啦未啊？等陣我 check 看 Google Plus 我去18哈。OK，快啲到啲嚟。你要唔要 join Google Plus？你 Google Hangout 係咪？我都夠好笑，我開了 YouTube 嘅 live，有時正看啦。特別一般人會嚇。七個人，過嚟直播。七個人，一報告啊，就是頭先個報告日本鏡啊。我哋是鏡報鏡對，唔是怪鼻酸。怪鼻酸咪做下 producer 哦。Testing 1 2 3。好啦，你講掂。你講掂嚟講咩話點先啊？我點先啊？咱先講。我真係冇時間。係咪做？我baru 來英國時，我細漢時，我 baru 10歲去來英國地頭先嘅，但我去中學啊是 boarding school 啦，特別困到邊嘅啦，所以我唔知哦，無半人講我聽咧，我夠內個個無講我聽啊，10月時伊點聲會話嘅，我都唔捌聽過，你若是細漢時，可能是你都唔知人做做呢款嘅物件嘅，所以然後我baru地頭先嘅10月我困起我車起來時佢了暗過啊，所以我講伊先生無來叫人啊，人話了啊，了有一個人講嘅話，困啊，點聲話了啦，แล้ว我講後尾當點聲話，我成日有管啊，我梗係無面壁一個，我梗係 confused， 我想講我想講伊規班啊，被想講practical joke 我做啊，我唔知啊。所以我車起來我無插伊人啊，我驚先生嘛，所以我困起來起陣驚起換衫係咪㗎？了對啊，伊人講 Hey Tan are you mad？ 因為我所我未明白啦，就是我睇下我較關事啦，我本身冇熟覺啦 ，because 因為0天這邊嘅話點先時啊，4點就暗了。是，我當見落話嘛嚇，咱話頭先我特擺英國話頭先了個美國。對，頂到時個話，頂到時有講，特別是President Bush 點先是一話嘅。delay，對 ，after Halloween weekend，特別人嘅是特擺是 before Halloween 嘅。tapi我冇suka。我點先放工啊，暗嘅，真 depressing 嘅。我本身就慘嘅 ，because 我請起來去做工嘅時暗，對佢時本是暗，所以我免看到日頭咯。沒辦法，Winter time is always shorter for daylight。鋪嘢，你聽到話我咪鋪嘢？你叫我 call 到對鋪嘢昂啊！等陣，你未聽到啊？你未聽到啊 ？OK， 我 continue 講，我 try to connect。Actually John 每lúc có買古邦 in the old day 部 smartphone 嘅時，半點時係看報紙嘛。所以你 change the clock， 對。本是聽 radio。something like that. You have to wait for
news announcement，然後所以有時你講OK，let's say 見病話點先嘛，就係你already appointment 12點，所以你被 adjust 過嚟講，我唔知，你嚟講，按照呢個拍電話嚟講，再過嚟講，我早點會搞到，你講 today is daylight saving change already，所以古巴嘅事不掉過 ，because 古巴冇 smartphone 嘛，你唔是講。你別記講我點寫，你是唔係你就係講end of the month我點寫，俾你別記掉。對，我捌吐過一道。我掉過，我是特別好覺得是講無要緊啊，因為我看啲這是 spring spring 嘅事咯，所以我人咪是我教我一定朋友講4人啦，我兩個三個日本人朋友，然後我大波是大波。我人三人咧，是20個我一嚟咧都未記個數去，我點寫啊？所以我咪是成個講要笨笨講啦 ，OK， 咱11點就是到底等要食 lunch 咯。然後伊 spring time 咪是 spring forward 較快去咯，所以較快去咧是11點，我去嘅時，我就看日本人嘅朋友，伊當兵等1點鐘啊。是咯。然後我傻人個唔知要你個渣來啊！而家冇啊，我斷11點來啊！我講嚇，當今日你個11點啫嘛？咧就係話人傻人啊，咪做啦啲我傻人冇我點先，一直人我點先好啦。So that's but one thing but look how because it's smartphone change automatic. 對，點先個叫我。少。But body clock 被我都對啦 straight away 啦，同佢你可以點 iPhone 7我接超電 Heaven iPhone 7水哦，你是搞我梗係細樣住佢。我教你哦，我阿妹個呀，大家嚟試。先有你都會 happen。我了。我梗係晒啊！攰咩我做藝嘅意啊！你問好個就係即係特別伊 double water resistant 啊，冇掉實。一啖嘅了啊！哎呦 ，OK， 個到底另外一個人講快住人。哎呀，阿龍嚟啊，阿龍。Hello。阿龍你未記啊？我欠咪 message 你啊，我講你未記。記我見咩 demo 嘛 ？Demonstration for what？ 伊個 president 呀。I live in Korea。講咧，伊個走啊，咪咪。冇啦，唔知真正面有個。佢係 scandal 啦。見咩520萬人出嚟。哎呦，阿龍，你真係好打，你 baru jeep 下你國家呢，你俾佢 demonstrate 呀嘛？哎呦，冇做物件啊，你去邊？去啊呢？去啊呢，然後擺水翕相影翕 video，很快就冇。講嚟啦，有幾百萬人，百幾萬人啊，拍個年推進下啦，對了講啦。人講咩咩？哇，他個年吱話什麼？叫佢咩老大？我大年是老大啦。叫佢咩老大？記得 resign 下。我個做未夠 ，sorry。因時間，我做未夠。我未記嗬，2萬一個。I know, right. 或者講 special topic 做我講啦，但係 actually 佢哋咧係講條啦，就 topic 咪唔會講 racism 嘅時計講。racism 學嘅話是係咩啦？我唔知啊，我上未掉本阿龍，我是上個講啦。咱冇一個正。咱是看未起白色人嘅呢。咱看未起白色人咯。阿龍，你咪講到對咪 keep 落個。我咪問我點先啊？韓國喎。我知正啊。你幾時換嚇？你是個？我調正，調嘅冇變咧。我冇車點先啊？冇車點先，特別是比馬來西亞快點正咯。特別落今年咪冇換。所以我都給我朋友跟我講，等陣，咱人出點咪做咩 OK 使下。我來教啊嘛，講後面有咩梅花 Skype 嘛，我出點嘛。
當然是最點先，because 我就係我每樣講是最點先7點，你講你會點先7點啦，好 OK on，係咯，我7點等你啊，我等我2擺你啊，真係冇起來過誒，你講我都6點幾啦嘛，我講你咪7點啦嘛，又未記嘅，阿 friend 講未記，講你會點先7點啦，但係伊弟弟上就講我是馬來西亞點先。哦，特別你朋友唔是到馬來西亞，伊唔是到馬來西亞。哦，你未記講你到韓國了。伊會記，伊就是未記講哦，快7點。哦，清查點先。誒，馬來西亞甲香港有上點先事情。上點先。哦，你直接上。抓7點鐘，比馬來西亞快7點。台灣差1點。日本呢？日本甲韓國2年日本2年日本甲韓國2年。香港有換點先嘅啊？冇誒。我想講冇。你都嘛未記，古早你記哦，咱馬來西亞咱細細係點先換佢點先。嚇，對，特媽媽講過。半點鐘嘛？乜都有。有咱換佢點先誒？半點鐘？半點鐘嗰是7點鐘啊？I think 我叮當係係啦，乜都係8點鐘嘅。8點鐘，我話30我話40個。25點鐘。我未記講馬來西亞、印度嘅Bangalore 嗰時 Chennai 抓9點鐘半嘅咋。哦，就是我哋講。有8點鐘嘅。誒，叮當是唔是沙巴？沙巴可能清查8點鐘。對，冇7點鐘定8點鐘，我未記啊，8點鐘時候，嗰時7點鐘。我未記唔啦。因為咱本地是對泰國嘅點先嘅，我會記。哦，泰國嘅點先嘅。了，泰國快樂點正沙巴沙拉瓦冇話是咱人嘅7點鐘出來嘅，我會記咗。咱人快7點鐘嘅，所以咱人係講3點鐘嘅。對，咱甲保鳥上點鐘嘅。本地入5點，咱4點嘅。你記住4點，你就叫咱超去5點嘛。嚇！我記你記得隻大條樹就哇！我哋上面通講成個叮當啊，英國點先係時，安怎點先快起啲世界轉變？我哋上面通嗰陣哦。好啦，意思啊，你我個大漢嘅事，你有一個人解釋話，講是何伊人嘅 farmers 啊，伊我何了。可以人較濟點先做工，是安尼嘅事。所以啦，你領貼我嘅時，你話你嘅點先較早是，較咧是正嘅點先，然後多對去 GMT。所以你昨天是較咧是另外嘅點先。特別我較熟悉伊另外點先，你知無 ？because 昨天嘅時啊，伊嘅點先那是較早，較。Spring forward 嘅事啊，你困起嘅時都有日頭出了，然後你放假嘅時日頭出，然後日頭啊到家10點半都個關嘅啊，我較暑假。是我咪是。特別當今 Europe 本身咯，特別 Korea 唔是咯 ，Korea 早起5點你都天關嘅。哦。特別暗暝咧，6點幾7點咧天都暗咧，6點幾就暗咧。Korea 你人有5點先冇？冇5點先，掉嘅。OK。因為伊 country 你4年啊嘛，所以。了，別個人咧，別個人就知道了有到換點先。別個人冇定換點先，個人本來啊。哦，你這邊英國啊，我較有會嘅朋友甲我講我聽啊，1950年嘅時啊，伊個大世界小拍了嘅點先啊，伊人有 double daylight savings，所以2點鐘嚇。哦，然後昨天是2點鐘，所以到個11點嘅時個關個，11點阿暝嘅時個關個。哦，哇！係咧，是我真係 enjoy 咯，係咧。你只你拉數下。哈。你知道我冇路5月去 Czech Republic 嘛？我會記阿暝10點嘅時天我是關個嘅。嚇，有。爽啊！嗯。誒啦，叮當是我叮當我實只怪，等陣我去日本嘅時，我叮當去叮當我是幾歲呢？17歲呢，我去日本旅行，隨我嘅家己人，然後我4點後，有時我是12，我是 Christmas 時期嘛，12個月時我4點啊。
我到底我去 Disneyland，然後我到底裡面嘅最 right 係咪其他出來時，我講4點嘅單係咪就出來時，我覺得曉啊，我講死幾點啊？我唔知講4點啊，阿妹又天，我就嚟我切掉車鏡，成個我未記去 meet 咗 ，because 我一電，我另外 cousin 個另外一電，然後我講4點嘅時佢到嚟 meet 咯，一叫出來時候已經暗曉，我成個一成1點先看晒7、8點嚟啦，嚇死我！我唔係經驗過，頭先或者是有條錯嘅。我咪是我唔知空散你去妹做工嘅點先，頭一個禮拜咧，我就冇關係，我甲我係另外一個朋友，邊兩個人本嚟我白大，早起。聽起來哇，天貴哦，死啊，未糊啊，天真嘅貴咯。你我俾人判做工嘅，天真嘅貴啊！我竟然病起來，我未糊啦，關入去做工。請講啊，請講啦。然後四邊嗰度行出來，我都6點。是啊，冇關係。你昨天晚嚟食啊，後來點先啊，是唔是差唔多像嘅嚇？你早起7點，跟住阿妹7點未哭你貴。差唔多像嘅，對唔對？差唔多像。8點鐘。我捌個看 because 我做 astronomy， 我特別個看點先。哦 ，OK。Kuala Lumpur 是 baru sea to north latitude 啊。So 23rd June 嘅時 ，Lupi 加23rd December 8點鐘你有冇上？夜晴差啦，貴。日頭落點聲無上到8點鐘了。特別我每日另外一個就是講，你是上一日啦，還是上一日 within 一日24點鐘嚇？你早起日頭出山時嘅點聲會貴啊，甲暗暝會貴7點早起甲7點暗暝daylight 甚至差唔多上嘅呢？差唔多上嚇。所以特別馬來西亞較北嗰邊，所冷天嘅時差不多10點加差唔多8點鐘啊，OK， 清差8點鐘。較濟咩？所以我阿妹較濟，然後辣鬼時較嘅天光，較嘅天光8點鐘啊，12點。你冇咩垃圾啦，我冇咩垃圾。你別咁解，你別咁。我暗呀，你就唔知了。我就是講，我就是講呢。啊，繼續講。我講話 ，especially 當天，你講6點嘅點先啊，人放工嘛，放工啲咪你先是搭車啊，都冇那個垃圾，冇那個垃圾。你搭車了，杜爛了，你都冇插一，你見唔見到？啱咩？你個啲時候冇時候，人錯都時候講。你這樣說，我可能我袂รู้咗，因為我係叫我係一個家己人嘅親戚，伊會驚，一到伊只 stress，伊到啲新加坡讀冊，你在新加坡唔知，你在新加坡特別伊人 train 人讀冊，我學生啦，我知，一只 stress 啊，一個 boss 啊，明明伊真正拍拼啦，然後伊會像下底啊，就是個衝地，就看伊個大哥，伊度 set 伊alarm clock 啦，知啦 alarm clock 伊是咱 set 定到嘅 alarm clock 是 set 7點啊6點半，伊是12點鐘嘅嘛，伊無實講早起7點嘛是暗暝7點嘅 alarm clock， 所以伊咪是開伊個，但係一定面但一粒你 alarm clock 咪彈啊咯，伊平時去學是6點請，係6點一直去開，然後伊個困下晡時伊度。早起等對來3、4點咪困下晡，那伊個小弟人就去彈伊個alarm clock互伊彈啊。然後伊請起來是6點請起來，哇！1點先上，伊幾上啊！哇！伊請講，我殺！恐怖教你講，哇！起行啊，邊邊啊！我殺你自己啊！是要撞出去，要出門啊！我把手環就過來，企喺邊等。我哋邊咧咁成，我有一個亂症啦，是有鏈嘅爪嘅，你有看過啊？有鏈嘅，有鏈嘅，我係你塗骹位嘅。你就去等呀？你咪對啊！我面對伊，特別我未別面前有春秋啦。但係未掉，你去塗骹位爪起來，你做你白起來，你別。
哦，你被 snooze 啦。啊，你未使倒起來，你就要現起來。比如話我無插啊，可以等啊，我困去啊。誒，但係你講亂症啊，亂症諗角啊。阿諗角。我諗講冷症嘅喎。唔是腦症咩？腦症我冇乜聽過啊，腦症特別腦症唔知是唔是？冇腦症。華語。腦症唔掉，腦症音唔掉咯，應該唔是咯，應該是講唔掉嘅咯，音唔掉。哦，腦特別有啦，我即係人講腦症本來我冇聽過。冷症我有聽過啊。冷症冇聽過。你啲冷症笑喺度咯。我講啦，我常常做病掉，比如講啦，我早起我食7點未蛋啊，所以7點咪蛋咯。係咯，我啲病裏邊啊，你冇啲病啦。參掉一參掉一點先啊，一直參加水水咯。我盲掉嘅物件咧，嗬是甲 music，你講我盲掉物件是甲啲 music 有關係。係咯，我超見到你物件一直啲彈未停啦。係咯，我估冇去第喎，咁買去第喎。係咯，等夠我就我請起嚟啦，我個 realize 講哦，actually 是 real life 裏邊我係事情啲彈。嚇！我本上，我係諗覺是電嘅，是 electronic 嘅，所以唔是清嚟，是嗶嗶嘅聲。所以我啲綁掉啊，我啲做緊啲錄緊出咗啊，所以我聽到要cardiac monitor 啊。所以我想講是平常嘅嘛，所以我冇聽起來咯。夠我想。嚇！你真係奇怪嘅啊！你參加你綁嘅係咪？少。你估正 logic 嘅就對，參加都未看出誒，真係奇怪嘅。有時講無正事無病嘅，話我唔知嗰時時正嘅。哦，แล้ว我ก็ไป講係咪？你講伊個點聲上加熱天嘅時，伊較伊日頭一等，日頭較長嘅點聲，你再隨嘅 rasa 無？伊是阿摩人若是轉去，阿摩人若是去馬來西亞，伊人講啊，伊個會嘅點聲真實地，伊人講啊無條啲啊，有一頭，無條啲無去。上可能點開嘅款，because 人大啲英國啊，伊人較關事伊個會嘅點聲較真質長嘅，伊個開慢點嘅，慢。對，咱去馬來西亞食啊，7點幾來碰係咪啊？你入去點啊？你入去點是有日頭，有日頭個，然後你出來啊，無條啲暗去咧，是。對，無咧 gradual 啦，伊冇啥慢慢來。我 actually 我對去馬來西亞時我個無啦啥咧，看我，因為我大正關係，伊係正點聲。無啦，你若是無閒啊，你若是參加朋友，咁咧你都無注意，你無尷尬了。我知道咪 Bruce 講快要，伊係有。我被 book ticket 啊咯。特別 sorry 啊，無變咧學嘅物件嚟，即是 family matter，特別我被對難過。講嚟做咩？我係 excited 嘛，excited 嚇？我落過幾集幾號？落過集4號教啊，嗰時。哦 ，many 啊，落過啊，哎呦，我別對啊，落過。去過咧？別，佢哋點先是幫我也是幫佢。哦，我別。幫工嘅，我未。不要緊，我若是看着我啊，不要緊，會使叫我。是講我無是 organize 物件 ，because 我無點先。進入啊，你去參觀啊，係咪？我是，你是John On啊，我係進入嘅。我等陣對我去甲即個咁乜事？英國中加伊個馬，嚴先生加青子，伊隻物件是。我哋會本有人來我來講話，你諗起隻會死啦！你諗起你本嚟轉會聲啊？我聽到我笑就知我做嘢。icon 哎，我點想個，另外一個我點想是攞坐飛機
一項嘅時我點先咗？嘛 jet lag 係咩？港股。我對部時間就是講 start， 你 start 去 4-5 city， but every city is different time zone。哦，你少嘢，真酷。所以我舊九個時我先去日本，先差，I think 是我點講未記，然後我去 Bangkok 去檳城嘅檳城是差點先，然後日本嘅檳城差就是我自己未記啊，所以哦，大家，哎呀，爸比啊！冇，已交去了。我教佢哦，係乖乖，出邊嗰邊。哦，出邊哦。嚟清查我點正講去什麼地？冇日本。但係所睇冇長，現在冇點正，冇長點。你 confuse 所以我背出去嘅時候，墨本嘅 Asia 跟檳城啊清查2點正，我背到嚟是墨本嘅檳城清查3點正。所以你睇我去日本嘅時候，冇想點正，去 Bangkok 對入邊咧，哇，去講嘅。你辛苦安裝咧辛苦，你真嘅東西係冇想。所以我想 lunch time， 我12點我到墨本食 lunch。我去個 Bangkok 啊，就是清查3點鐘嘅時講，我 lunch time 是黑邊嘅 breakfast 嘅。有個仔隻佢咯，爆掉咯。對啦，你講嚟穿咯。因為我的大擺好，我 OK， 美國的是食辣啦，美國對馬來西亞就食辣咧。10幾點正，我10幾點正清查嘅時候啊。是咯，我你想講，我未去 California 嗰度講啊嘛，你除咯，你嚟除啊 ？California 唔係你啊，佢啊。Easter 嘅事。Before Easter， 哎呀唔知喎，because 我 leave take 嘅了，我難過少。Anyway，你未去 California， 有時候你咪入 visa 咧。哇 ，already 有，我唔係講即係你代入頭。我咪去 passport already 有10年 Australia 啊，唔係10年美國嘅 visa 了。冇啦，冇我冇用掉。冇，意思講，因為係新嘅總統嘅時候 ，California 嘛。我後生有時講，因為我哋唔知發成數，我想我哋只發成數，俾幾條俾咧，我攞出去咧，到點去？應該是未啦，應該是未咯，嗬。你講要先上到個俾咯。我哋見兩隻學嘅時候，會教時佢講，哎呀，地震啊！係啦，佢又講啦，碌仔地震咯，邊部機票唔係講啦，然後我俾病嗰部機票，嗰邊邊喺邊亂啊，因為死嘢保密。我講緊兩佢就好賤啦，成日起航嘅咋？我就亂你啦，特別我就亂你啊！我俾一部機多，我就驚講。你咩啊？佢哋係咪數啊？哎呦，你一隻失望啊！你知係咪數？定到佢哋911嘅時啊，9/11嘅時候，我就是掉佢知道。我係呢邊當咪對馬來西亞嘅係時，你係時我講未談我 green card 個，係時我單了我 green card 嘅 application。然後我俾單啊，好時啊，就係喺2禮拜是禮拜整，是啊9/11發生。哇！我去到，我就 cancel 個 trip，我攞一個我講。安尼咪咁把發生過，所以你就是講你要出去，你有可能冇談對嚟啊啦。所以我咪驚咯，because 我拖到要談了，green card 要談了嘛，差唔多。所以單咯，單了 cancel 佢話出，哇，突然啊，我梗係去到啊，我隻個人，我陣時俾飛機單飛去紐約。不要緊啦，佢哋明日都未發嘅啊！你講掉啊，你那是出去啊，未接啊，就慘咯。所以我咪冇咯，我飛去紐約係是2禮拜後我飛去紐約。New York City after 9/11，你睇下 at least 都去北醫嘛？係咯，有我 because 我只 rebellious 係個小人個，我冇夠位麥講啊，我其實我因為我被打你被做我驚，我頭硬嘅，見到 New York City 嗰時候。我在你 off topic 啦，特別我在處理學生，即係代入頭，處理學生。after 9/11 了，
伊係啲 family 有數啊，下面啊 suddenly，所以一堆是，因為無談到堆嚟。對。你係research project 下面嘅咧掉，下面國嘅人嘅啦。馬來西亞啦。伊個 grad school 啊，特別伊下面嘅咧掉，無談堆嚟咯。OK， 這邊就係人啦，就啲 Google Plus， 我俾每下 Google Plus。OK， 你昂，你先開你麥給我講我啫。潘呀，你聽到我啊？潘呀，聽到。OK， 聽到啦。潘呀是新疆啊，你名。大狗。係咪？大狗。大咩狗？大狗。大狗，你耐先啊？你是不是開腦病？你去看 live 啊？大狗 ，OK， 叫你大狗。就聽到。大狗是 surgeon 咩？是啦，馬達頭嗎？馬達，sergeant 是 surgeon 冇想啦，聽個 surgeon 是開刀。sergeant 是大狗，專科，我叫開刀，專科老管。surgeon 是開刀呢？一個等陣 surgeon 是專科老管唔是啊？未學到。專科是 specialist 啊？講唔掉就叫我先。學掉都唔是先，學掉是人。伊幾點來？伊是幾點來？冇啦，專科是 specialist，surgeon 是開刀嘅老公。撲起落去，我驚緊乜多？我咩？大狗唔是背嘅動物啊？狗是，特別按照你講是有人叫 sergeant 叫做大狗。大狗，沙樽係個沙碗嘅。啊！對檳榔是個話，按照你看呢？我未記得有一個故事嘅。有一個故事嘅，咁你檳榔叫呢？呀！你一個另外一條會唔會大狗 OK， 大狗名好，大狗你做乜大啊？大狗？冇啦，做頭毛啊！做頭毛啊！你讀檳榔啊？哇！一杯梅都一杯拖都做一頭毛了。哇！快啲對起先，你講我啊！呢個你估？頂住先，你讀大家。花臉啊，冇會嘛？花臉我會啊，我唔知我讀花臉嘅。花臉咪是讀我愛淡咯。花臉是種領阿妹。啊！不只佢個頭毛去食垃圾，對是。OK 啊，你把啲你忙拍攝啦，你。我做你食屎嘢冇情商。我未執一個。我會爭一個未使情商。未使。做啊！冇一個另外一件事呢是攞是咩？攞係咪鬼啊？另外一件哈，攞是幾？攞是新疆哦。你即後尾有別誒，芭比多你啊？芭比多唔是芭比多啊，是一個。夠了，我走行。唔是我蘑菇咩？唔知哦。啊，依個大灣區嚟啊！可能。你唔知喎，係咧是你水龜鼻水。龜鼻水出聲啫。Yes，講。龜鼻水啊，臭味，龜鼻水，到底往去食藍嘅時究竟一個冇來叫我。你看到我哦？龜鼻水。有啦。你看到我個冇走嚟叫我？安尼會咩？你講？不要緊啦，有機會到嘅啦喲。哎呦，我當面唔知老咗我一度。就是啦，你就是，哎呦，不要講啦，唔得我個樣。比啊，你做人更加作個。唔係講嘅，等你男人聽到起講。係咪數？我都冇去 check 機。食講啦，食講我只氣球，我只係極性。我只係極性。諗
攰後啦，然後一禮拜咁嘛，男冇出來嘛，然後佢又一問嘛，我阿講都冇講，未啦，一邊啊，呢這朋友佢，哎呀，耍啦，哎呀。啊啦，你不要來出一邊啊，這朋友是，嗰陣時我把你個白咧，啊邊有佢那叫我聽邊個學嘅呢？微娃娃啦，你看到微娃娃，你有車牌，係啦，車牌啊。車牌是你冇嚟叫啊！車牌到卡超人，我唔得你等我啊！我 Facebook Live 嘛，我 Facebook Live。哎，OK 啦，就集話題啦。哎呀，我先啦，特別咁嘅謝人啦，我今日交流咗。OK，我等先啊，我俾講咧就是 jet lag，講 jet lag。食melatonin 咯，食 melatonin 你解釋啊？安怎？melatonin 是你係腦做嘅，你人平常嘅人啊，你若是做工日頭出是做工啊，未困嘅人啊，你俾我困嘅點聲，你係腦出來一個荷爾蒙是 melatonin。你困嘅啦，你係困，所以人常講啊，你若是 jet lag 嘅時啊，你用你家己嘅 melatonin，你食 melatonin，你會做成個你本地大條病嘅所在。所以做咧，我唔知有效啦，和我是就有效啦，特別和別人我唔知啦。哦，你即係嚟落，真正嚟落啊！啲美國啊，你係買 melatonin 去伊個藥房，你去藥房啊，真正幫伊呢，伊人參加伊個 vitamin 㗎了，你係買病，你嚟英國啊，哎呦，你買阿片嘅你看啊！你平我都會啊！你做咩有蝦米啊？蝦米 price 嗰個真正貴啊！我去 Walgreens， 你驚啊！這是你驚，大狗係驚。哦，to be。哎呦，你看一邊哦，to be 哎呦，你冇困啊？你啱唔40節啦，40節。哦，走啊！什麼？食得冇？我看呢邊什麼邊？聽 ，baby 嘛，嚟講。我看呢邊真係成嗰邊。但係變夠驚，上呢邊，大狗夠驚，出邊哦，出邊。就是同埋就是 OK，就是你講咩啊？怪劍水啲，唔知啊你差別怪別水，還是裝講係嘛？我看見那時攞裝講啊。唔係國中咩？哦，是咩？somebody 講 something， 我啲講話。好 ，sorry， 你講下，你講咩？冇啦，我是講嘢 melatonin。哦，對啦嚇，冇。BDP 國伊人賣個伊個保藥，出邊嘅真正貴。OK，melatonin 是我呢學你食完你阿妹未困嘅時食嘛對。一做好你俾。我唔知是，我唔只有個阿妹未困嘅，我是早起未打你哋讀過。我成日看到，特別我只快啦，我只叻啊！安怎啊？我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我真係用 adapt 嘅咋，特別對嚟美國時我肯靠 adapt 對。可能是對啦 ，because 你背去馬來西亞較西邊㗎。所以你去西邊㗎，贏啦，西邊㗎美國，所以你較西邊時你會接較長啲啦。你背嘅時，你應該聽特別你對去美國嘅時，係是當嚇，你背較當嘅病嘅，係你點先冇去？你點樣是啊，較坎坷。所以我暑假嘅可能就是我暑假教馬來西亞早起時教แล้ว教美國阿妹時教，แล้ว我哋時教是差唔多我阿妹呢，我就對住啊嚇，แล้ว阿妹就困個巴啦，咪早起就較好一步成講，你唔是講你困咧就 reset 咧，你特別規節嘅。actually 我唔知是頂到是只快當金咪較久當金，我㗎，我被打痕了。我教 Apple 時我特別困了。我拜幾我隨看，我禮拜教，我拜一屆，拜二翕皮無法啦，就白掉，所以拜二兩節咯就解決啦。頂到我咩料？頂到困一車就好呀。
有人未困啊，有人去坎坷了。嚇，比如話我是暗講咗啊，我那是暗嘅無困，我無插嘅。是講我是有較早車咯，我來曬知道，我成個差唔多4點半，然後我就想車起來要正時嘅啦，我平時是無嘅。嚇，是我清晨啊，特別我冇插我困到對啊，困到對。未困啦，又今日拍劇，去做 iPad， 去做超正。特別嚇拍超正，係啦。咁會我成講你就是早起，我唔知咩事，我開就是我頂到嘅時啊，特擺我對嚟比較好，我點不到腰嘅咋。我只叻事，我點不到腰啊！我6點鐘我腰知道，6點鐘腰知道喲。然後特別知道對嚟啊，唔知係咩事啊？歡迎我冇腰啊，冇 appetite 喎。然後冇 appetite 就冇，成講冇上來只淡薄咧冇咩食。然後我對佢本來gain 嘅 weight 嘅了，對嚟冇佢啊，了個了。Oh good。嚇！midlife crisis midlife crisis 就直頭冇去啊！你對了個唔知，你可能我個唔是，我知我係咪數冇好事，我是我巴多冇好事數，我巴多冇好事啊！變做成個做咗冇 appetite 去啦。特別知道你都冇鬧晒嘛？我對馬來西亞冇鬧晒，我對嚟 US 鬧晒。哎呀！我 actually 冇講真正大鬧晒啦，我是特別我巴多冇好事，我對嚟 US 好，我真係成個。我覺得冇事啊，我會影響到我嘅 appetite 嘅了啦，所以我冇啦晒食啊，我食溫只淡薄嘅話，所以變咗啥冇成個見，我所以我係 weight 嘅 gain weight 嘅啦 lose 嘅對啊，所以好啦你看，哎呦對啊是特別食藥我知道，特別 actually 有可能我到馬來西亞 gain 嘅 weight 是我係嘥嘅 weight 嚟。so 我啦，你看是馬來西亞食那隻對啦哦。你特食那隻對啊，食隻曬嘅。特別啊，馬來西亞係食啊，邊樣嘅食啊，冇做係咪隻曬嘅啦 ？because 你笑㗎了，Egypt 去你成股㗎了。本來啊，冇係咪隻 Rafet 啫？我食那隻對，咁有啦，即係你那是真係菜啦，你那是真係隻菜啦，特別條啊。粿條啦、麵啦、米粉啦，係你嗰啲是卡波嚟，嗰啲接起嚟成股嘅，一部做拉菲啫。對馬來西亞是我教嘅冇講馬來西亞人嘅，細嘅四部，馬來西亞人嘅大嘅冇fiber冇靠 fiber。係咪講？你幫曬啊！一曬個冇人哋大去啊！佢最講乜嘢講？一曬治療成個腰會曬啊！actually 等我想下，冇喎，等於攏食物件，我食物件冇食，我對馬來西亞係曬只太難辦呢，只隻。你食只菜是冇？我食只對嘅數，我較少，我食菜啊，我食粿子只隻。dragon fruit 咯 ，dragon fruit 是我採林年嘅，紅色嘅。我冇識得食 dragon fruit。Jackie 為使咪你個紅呢？我早去放酒 ，OK， 我早去放到啲 office 時，我食 beets 啫 ，beets 叫做。放酒咧，成個放回嘅。哈 ，beets 叫做咩啊 ？beets 學嘅話，又唔知啊。我唔了解。beetroot 嚟啦，beetroot 是。我是 beetroot。講好話是個生地啊。我看這裡有冇，這裡切。每阿龍 beets 叫咩啊？人叫人，我就唔知你咩啊！熟地，人使熟地，你就熟地湯。呢是真正啱嘅食嘅了，意食嘅款，了你本身係做湯嘅。即係外款啊！啊，就係外款，了你食了你係做成個可以食。我就去對嚟是我幫住。並冇啊，即並冇。冇嚇，我直頭我妹話，我唔是我กับ Bruce 講。
Oh my gosh, my pee is red because I had beets for lunch.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started by saying I had beets for lunch. Yeah. Because I had you 真正普通嘅阿 John， 人我係人特別接來，有一個人啊，伊接來講，伊家驚一個，伊接來辦公室講，哎呦，doctor 啊，我幫佢啊，所以我看伊真正伊好嘅健康嘅人啊，所以我講嘅伊聽，你食咩？然後我看到伊面啊，伊想到了，伊笑咧，伊講 ，sorry to waste your time， 伊走，佢嚟啦，走啊！哎，等陣放就是另外一個話題啦，反正講 ，OK， 講另外，OK， 所以咱講到啲話點先，jet lag， 讓別人講 jet lag 嘅，讓自己經驗。你覺得 jet lag？ 嚇，咩啊？Simple Plan 嚟掛 jet lag。哦，是啊。誒 jet lag 安怎講啊？是講咱要講福建話。全部。背蛋。嚇？背景。意思啦。背景木架。咱是我點聲辛苦。冇咧叫時差嘛？時差未啱咯。時差是 time difference 啊。time difference 啫。你一 time zone 呢？時區咯，應該是啦。即係我有你咪叫我自己講出嚟，你做咩事？咱福建啊，咱唔是講自己講出嚟，未使自己講，咱咪對。咱本來福建是咱嘅嘛，所以咱是講咱小時有理由嚟講。背機時差，冇啦，咩背機嘅？咩啊？咩背機咩直轉嘛是？對，直轉嘛，直轉版。Sorry， 當見人搭架車本 A 啊！大家好。哦，豆嘅嚟啊！豆嘅歡迎。Hello。豆嘅真久冇聽到你聲。小人話。嗱，細聲兩路，嗱，細乜看到你，聽到你聲是就是看到你，到底在我到底你最拉水在嘅技術班。是咯。嗱，獨立股啦，叫獨立股，我唔知股 OK。你當咩 restaurant 係水嘅？啊？係水嘅 restaurant。Old Town 是個別店嘅好，開 class 係個別店。好啦，我唔係去過啦。我唔係去過 Old Town 係到啲 Queens Bay 樓卡一陣時候。我三百去過，我頭是啉個邊嘛，你唔知睇叫布羅蒂啊，睇食咖喱麵睇你哦。哎呀，我不多嘅，比較真係貴嘢啊！我不多嘅有。呢個價有貴嘢啊！哇，你看，你看呢幾錢？湯內一粒嘅咧，你看羅蒂嚇，41塊。冇啦，7塊8嘅啦。我所看到21個，7塊8，誒，即係7塊8，我靠食掉，maybe 是㗎4塊呢，4塊。around that 啦。because 佢哋愛講呢，佢哋學出水。service charge GST 咯。係個 gusted 呢 ，gusted。你小販有收 GST 冇啊？冇，以成呢寫喎。等陣我講 GST 啫，杜蘭 GST 就話 claim GST 幾類哦？幾類？咪19 ringgit 19。我俾錢借，我俾我嚟到係物件㗎啦，我 back 係物件啦，佢哋清特別。佢哋清咁啊！講嘅時候就好驚啦，清即係好似清康咧，特別好冇攤 claim 喎。最數。你一點冇做咧，冇 report to the system 所以我俾，所以我特別，哎呀！我只伊 step 只，我險冇攤啊，險19塊冇攤嘢都對嘢，你真係咩事？你我講我俾3啊 ，because 我去
我未記一點咩咩巴迪尼啊，巴迪尼會買個你特別買貴唔知400塊啊，然後是300塊俾嘅，然後我買400幾塊嘅衫，然後是我到，比如我冇叫啥對啊，都條命買嘅了，400幾塊嘅衫。到底係邊時邊啲你要做好咯？然後我就去個飛機掉嘅時候，我計講下我買衫可以 receipt 係咪講？你唔 good 啫？你買咪叫你我講我 back 到啲位，嗱幾時要 check in 了？你講 actually 你特別好玩看，你買嘅衫了，我介紹好你嘅。然後我講啊，不係我可以 check in 了喎，講不要緊啦，不要緊，我一刀不要緊，8刀你講。然後險冇攤叫我19塊啊，19塊我攤加你米3刀就。你都佢落地3刀啊！就好嘅面，就好嘅面。我不得有，我特別係咪啊？嗬，食啊嗬，確定計落啊！不得有，我特別去燙，我看到你燙女啊，我不去燙女啊定。誒，我點先啊？你當然唔是我點先，我哋啲話多逼嘅。咱不當咱一topic是講話 topic。不當然係 free form 嚟啊 ，free topic 係咪咩？係講係講多啲。阿 John 我哋問Lucas suka lengthy 是fallback 還是 Lucas suka Of course fallback 啦 ，fallback 我睇嘅困1點鐘。哎呀，但係我係1點鐘我拍醒嘅，我但係你4啊because 因為我都知啊，我是暗講咗啦，但係我那時知啊，有嘅住你1點鐘啊，我去做嘅冇呀冇1點物件咧，我快1點鐘啊，哎呦參試我2點了，我1點鐘冇了。但係 OK， 你可以講成點先話是唔是啱嘅2點嘅時候？特別是key spring forward 是12點變做1點。哦 ，fallback 是2點變做1點。哦，我唔知講我人嘅時間，可能比較時間啊。你係處有依個，你係處有依個 radio control 嚟是正冇？哦，冇。啊，真奇怪啊 ！Atomic clock 啊，Atomic clock，你那是等啊，舊家1點聲嘅時候，你錯一個奇怪啊！哎呦，真係奇怪。你我看時我看你就攞攞你 phone 就攞。哦，我唔捌看，一個奇怪啊！嚇，我一個2點啊，捉一換到1點嘅咯。阿 John 啊 ，next topic 是咩？幾？ OK， 我係去練程啊。幾一個有另外一個是係咪啊？racism 啊，白色人，然後個後尾一個係咩啊？後尾一個啊，棒球，後尾是棒球。哎呀，棒球我愛啦，都唔會嚟。你特快定夠啦。幾點啊？後尾一個啊？3點。你係咪啊？你係亂證。棒球是最勁嘅。棒球定住攞啲講就 something 嘅事，講起嘅講唔得落棍處什麼事，有時講起啊講誒棒球只前面嘅講滿所就去講。哦，前咗前面嘅。棒球哇，我前咗時間棒球嘅。係咪咁去？寬棒啊，本嚟就係講條棒球，你嗱啲棒入邊啊，你係去袋率啊，你袋率你扣落去你未棒嘅，你就你騎兩本未棒嘅。我是講你做棒時，你棒球就是解啊，你其實你球本淡嘢啊。我知啦，咁配就特咪先咧。夾點啊！差背嗰邊劇一邊行你人喺你刷包啊，人炸你海啊，你海邊嚟搶走你頭啊！我這邊聽到嘅哈。啊，差背嗰度行到啲邊啊，佢夾掉冇一 enjoy 嘛。啊，差背啊，特咩？快啲買去擺你刷包。亂講我。我咪問阿妹困嘅時，你啲困大時起來，白起來行，其實係咪來？你叫係咪學見嘛？朋友。好啊，每日龍學嘅就係啊，龍下面是困，當然冇佢哋字嘅。Sleepwalking 冇啊 ？Sleepwalking 冇，我下面起嚟行咯，而家下面起嚟行。OK，我講，嗱，我ตัวที่โอเสียว่า有一個人啊，伊查是
伊困嘅時，伊會爬起來行誒。所以後來點先？我中國我二哥是做人嘅 prefect 啦。所以伊知這裡是香港嘅，這是香港嘅學生嚟。所以伊人 baru 對學時啊，開學時，伊就是時差咯 ，jet lag 咯。所以嚇，แล้ว阿妹是伊爬起來行，我哥真係歹勢咩啊！伊看伊出去啊，去伊嘅走坡，去踢 football 嘅走坡啊，放你腰柄啊！伊車起來就起時條車鏡啊，underneath the goalpost 出邊啊！你要困到對哦，你困到啊！伊看伊出。แล้วอีโจฮีโตที่อีเช้าที่โคเสเตลเป็นปังฮีเป็น係屎咯！อีแช่起來是咪條車鏡咯？我就畫面破打，這是 therapy for many years。叫你高興啲表。我係過㗎啦，伊人真係歹勢咩？伊人唔理人個真係忝。交嘅，好佳在我冇談 Swirly 係咩 ？Swirly 你唔知啊？你是邊個人？你唔知？知啊 ？Swirly 唔知 Swirly 是啊，看老嘅你係啊，看老嘅學生咧叻咯啊，下路邊ที่那邊伊個砧板，แล้วปังอีจุ้ยแล้วปังอีจุ้ย哎呦，直啊哦！เขาเรียก是叫 Swirly。Oh my god， 直啊哦！誒嚟講到對，我差唔多要笑打，我俾上課攞嚟特別嘅邊叫啲隻人笑，所以我都會慢慢一個時候到啲多邊叫佢乾杯，感謝。感謝。了解是咩啊？這查某婆啊？唔是啊，咁水啲？誒，唔是。你寫是咩？人殺，冇人殺掉，冇人殺，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咯ข้าวเตี๋ยว咯เต่าแก่咯拜拜ตัวเก้าเองก็เตียงบีไทยบ้าน都冇出聲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ญี่ปุ่นแก่ก็จะจุงอาเจ้าเหี้ยคุณจุยกวนทางสกายแล้วก็ตัวแล็ปท็อปสกายมาเป็นbaru join ya tama แล้วก็另外一 channel Skype บ่ฮะแล้วอันนี้แล้วที่ก็จุดๆอันนี้แล้วคัด定時啊接落嚟另外一錄音是錄個對嚟尋晚แล้ว今時啊各位聽眾เป็น喺學嘅一聽眾少聽你頂一禮拜落6點鐘嘅時上等啊一禮拜未使落上久啊今時我不錯冇嘢今時各位聽眾我記唔記啦禮拜再見拜拜阿 John 啊，阿 John，咪 OK， 聽到咳一聲咯，我這邊能困咩？Kevin 呢啲困啊，依狗啊，我搞困啊，蛋啊困。OK， 當今另外一 topic 是幾個話題啊，所以看到對嚟是看到是過來 join。我 set up 咧是特別會去樓頂入物件食就先 ，OK。So 我哋 set up 嘅 chat room 咧 ，in a few minutes 我哋 join 了。然後 and 掉人嗰陣，特對嚟看你 live 嘅 feed，OK， 拜拜。阿龍，你記冇？拜拜。阿龍，特別我唔知我睇到。